上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2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劳法署北分署前分署长谢依荣，因为牵涉贪污，检方申请羁押禁见。新北地方法院是表示，谢依荣牵涉多例罪，影响采购结果，涉嫌摕不当利益，有灭证逃亡的疑虑，所以裁定收押禁见。另外，劳动部伫昨昏公布霸凌案重新启动调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认定涉案的公务员会想要开行底路，甲谢依荣同会场霸凌有关系。劳动部劳法署爆发涉案公务人员行底路案件，劳动部长洪胜汉说明，各重新调查结果，确认前分署长谢依荣长期用高压威胁部属领导，和同事伫连续高压无友善侵害工作环境，确认行底路甲工作组部有关系，认定这就是霸凌。在他难以向上反映修正的情境下，这也造成了无姓公务员生前莫大的心理压力跟疲劳。这一点，就我们调查委员会所有内外部的委员都认定，这就是霸凌。伫这场霸凌的判断，做执行人员的涉案的公务人员接受谢依荣指派的指令权限，毋是交由业务单位处理，就是超过业务顶悬合理而且必要的范围。为谨慎调查，也增加访谈人员加指控内容的调查。从楼梯这样跑，然后跑到他的办公室这样子哦。那所以其实整个过程都会经过大家所有的工作人的工作区域这样子。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有非常多人认为，其实那个环境是非常不安全的。洪胜汉认为，规个案件互北分署长期伫个系统性的失灵，除了将负责的中级主管调职，也建议中央将前事主管调职搁改善申诉的机制。另外，谢依荣是毋是牵涉贪渎的部分，新北地院11下晡开羁押庭，认定谢依荣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交传共犯证人的记录，裁定羁押，禁止接见通讯。还阁有涉案被告等12人，分别是代表3班到18班教保。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发生伫今年3月份宝林地色食物中毒案，造成6个人死亡，几啊人轻重伤。消基会即马有收到死者家属甲受害者计共30个人的请求权，已经去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团体诉讼，要求业者要赔3亿。宝林地色今年3月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造成6个人死亡，几个人轻重伤。消基会收到死者家属甲受伤的人有30人请求权，11到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团体诉讼，向远东百货、台湾大时代餐饮公司、宝林餐饮公司讨赔2.9亿元。有2位是同一个死者的父母，因为他们在马来西亚觉得这样的诉讼对他们来讲是一个负担，所以他们后来选择了和解。所以本件原来是32位之后扣掉2位，所以我们这次团体诉讼一共有30位。那我们希望这次的诉讼程序能够快一些，因为对于因果关系啊，还有真正的损害的一个状况，其实都还蛮明确了。苏金霞强调，消基会替受害者提出团伤，也希望在诉讼过程中，业者会当秉持服务消费者甲解决纷争的态度，免等到法院判决出来，会当先来和解。记者打电话给宝林创办人，是无法度接通。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对消基会依法提起团体诉讼，到结果进程，远东百货并无回应。大时代公司是表示尊重，不过因为案件目前已经进入法律诉讼程序，大时代公司也会委请专业律师处理。消基会已经提起了团体诉讼的起诉。那我们这边消费争议的调解，受害人他还是可以来申请，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和解内容来成立调解的话，那其实这个争议就可以比较早获得解决。北市府特别强调，受害者申请市府调解定书，甲参与消基会团体诉讼两方面拢是独立定书，会当相规进行。市府尊重每一位受害者的意愿，会极力予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也伫顶年6月，新竹车联行的命案，因为嫌犯和父母冤家，说要汽油来放火烧厝，包括嫌犯的阿母、看守，计共有8个亲人互烧死。一审是判死刑，也毋过嫌犯是自首的，所以昨昏二审该判无期徒刑，专案也可以当上诉。也毋过二审的判决，家属无法度接受。我的孙女还不到1岁。
我的女儿还不到30岁，她就这样活活的被这样子害死了。凶手竟然还可以逃过死刑，这样的判决，我如何接受？我不能接受。摕到青人的相片，讲甲目屎流、目屎滴，去甲讲话真大声，死者家属就把跳断，对结果强烈不满。伊的查某囝甲查某孙伫一场人为火灾，无辜赔偿性命。专案都是伫去年6月，新竹市莲台行放火案。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来，多少个无数的夜晚，流着泪，想着我们最爱的亲人。犯案的陈干雄甲爸母伫工作问题参家务分配去冤家，一受气买汽油放火，母亲家后囝儿兄嫂等人八个至亲拢死伫火场，一审以杀害、直系尊亲属罪判死刑，也毋过二审大转变，在伊改判无期徒刑，提到公权终身。自首时显露出懊悔、自责等情绪反应，甚至有向警员借枪自尽的情状，认为其自首属于真实自首。其实陈干雄所为，方认定是上严重之罪，已经达到处死刑的程度。也毋过无判死的关键理由，就是案发迄当时，伊已经表现出后悔，向到场的警员靠咧话赶紧求救后，佮较向警方借枪，想要自杀。合议庭认为，伊的目的并毋是减刑，已经构成自首要件。伊改判无期徒刑，专案也可以当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说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北台湾会湿湿冷冷。咱来看温度。今仔日伫遮方面呢，新竹以北、甲宜兰花莲不时拢会有地渐雨，也若伫基隆北海岸、东北角落雨的时间嘛较长，而且有可能有局部大雨。其他的所在，还有外岛、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份较好天的天气。今仔日伫桃园以北、宜兰、金门、马祖明显会转凉，温度嘛会下降。各地低温大约是16度至18度，也若桃园以北、宜兰规工拢凉凉啊，温度敢若17度至19度，金门是15度至19度，马祖13度至15度尔。其他的所在日是大约有22度至26度，是感觉较舒适。也毋过要提醒乡亲，中南部日是暗时温差真大。讲到风力发电，一般的人拢会想到大机的风叶啊，也毋过呢无一定爱食大机。亲像即马伫英国工业大城伯明翰，就有科技业者行合作世界有合作，用人工智慧辅助设计甲模拟出适合市内卖当用的风力发电业啊。这个由几啊片风叶组成的实验性风力发电设施，都是科技业者上新的设计。传统的风力发电机组就像安尼，关岛有数十公尺的高塔，搭配10多公尺长的风叶伫垦块地区大量设置，进行大规模的风力发电。也毋过像伯明翰这款人口100万以上的大都市，四围拢是大楼，就算有空地会当设置风叶也无可能像传统的风力发电设备同款。所以当地一间专门设计各种工业用的风叶的公司，甲伯明翰大学合作，设计出这个看起来像装置艺术的风力发电机组。The reason that's there is because the wind is channeled off the blades into the center of this turbine, where it creates a vortex. And this little localized vortex means you get much more power out of the Birmingham blade than you do in a normal design, where it's just being dragged or pushed along by the wind. 伫研发无共风力风叶的过程中，爱伫短时间内以上省力方式设计佮测试出上符合在地需求的风叶这就爱靠人工智慧啊。这个实验性的风叶以铝合金制成，测试期间会先放伫建筑物的顶楼，业者有计2025年下半年会当完成测试，佮正式投入生产。公司新闻自家人编译。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财政部伫昨昏公布全国扣税收入，前11个月整体税收达到3兆571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2800多亿，嘛超过预算的规模，达成率有110%。今年是有机会创下史上第2大税收超过定收。来看联合报，医学中心、区域病院这所在门诊看轻症的比例继续伫压悬，这种感冒这款轻症嘛是走大病院的比例，伫108年是占13%，严格到去年112年已经是增加到15%。医改会就批评讲，医疗分级根本就无落实，医疗资源分配无妥当。健保署的前署长李碧忠嘛认为讲，部分负担做半套，才会害医疗分级做袂成。来看自由时报，小琉球沿海酸蚵打的生态系统长期受迫害，尤其是沿海海水浴游乐区在所在的酸蚵是高光，准活率比例真低，酸蚵打才12%。监察院是认为讲，相关主管单位、主管机关拢无负责任，有明显的疏失。监察院提案纠正海洋委员会、关公署、甲批管处，另外也有屏东县政府。中国对台湾这么无友善，安尼双声论坛刚要办，中委会是表示，和台北市政府参详了后，最后是同意照常举办。不过，若是这段期间，中国加强对台湾的威胁和恐吓，台北市政府嘛答应讲会配合中央政府的决定，随时把这个活动延后，避免加速中国政治宣传的工具。为了营造两岸关系的和谐气氛，政府这里愿意释出最大的善意。我们先同意上海访团来台参加双城论坛。今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按算17举行，之前有风声讲，因为中国真正扰乱台湾，这个活动可能会冻点。陆委会11开记者会，宣布审查的结果，确定会放行，让台北市府会当继续安排相关的工作，不过有前提。如果这段期间中共对台施压的情势恶化，那台北市政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决定。随时延后活动。陆委会除了要求台北市府爱甲拜访团的文件保护照了后，才会发证。副主委杨文杰嘛讲，两方交流气氛也歹，交流嘛是无健康。因那这一届双城论坛是市长蒋万安就任了后，头一届伫台北举办。伊认为愈紧张、愈困难的时阵，就愈需要沟通交流。过去这几年，其实很多国家认为台湾兵凶战危，也认为这个区域是地缘政治的高危险区。双城论坛是难能可贵，持续维持两岸之间可以沟通交流的市政交流平台。建议台北市政府要借用前几天马英九基金会所办的那样的活动所带来的社会讨论，跟引起的一些对这个活动不同的评价，到底这样对国内的各种情势是好与坏？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审慎的去评估。多用台提醒，就爱会记哩顶一个中国学生团带来风波，希望台北市府对来拜访的人，除了沟通，嘛要有管理，才会当避免无必要的冲突。台北市府呼吁中央甲地方应该做伙推动两化交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联合国专家警告讲，以色列伫加沙地区和黎巴嫩发动冲突，已经违反国际法。佮特别点名提供以色列武器的美国和德国，恐惊是一场战争的方向。这一天大拢正安静，就伫以色列星期摆轰炸了后，加沙走廊百姓伫一片怒苍苍当中哀悼。以色列随着暗时空袭，摧毁平原北部已经有无找百姓庇护的所在，包含囡仔在内重大死伤。联合国专家11警告，以色列伫加沙甲黎巴嫩发动冲突，违反国际法，正义农夫，按过提供武器的国家，恐惊就是帮助凶手。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ply 99% of the weapons exported to Israel. They could stop this conflict overnight if they stopped the weapons that kill the Palestinians.
加沙官员表示，以哈冲突超过13个月，有超过43000人死亡。都算在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国际眼光看到叙利亚阿塞德政权崩盘，以哈冲突到即马依然无解决方式。以色列军方表示，即摆轰炸目标是便衣附近一个哈马斯集团分子。加沙官员提供即摆数十个死伤数据无准确。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5年前，因为涉贪被起诉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拜二因为这个案件头一届出庭，伊是否认所有的罪行，嘛讲这拢是外乌。也因为战争还未结束，即嘛阁有官司，外界认为纳坦雅胡头壳摸咧烧。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初十头一摆为涉贪的案件来出庭，这个案件审理因为以哈战事受到拖延。不过法官顶礼拜裁定，纳坦雅胡必须每礼拜出庭3摆，可以无多搁再回避。作为执政党利库党成员，同时到场来支持。מה שקורה זה הזוי, בזמן מלחמה שמביאים את נתניהו לפה. זאת ההוכחה המוחצת שמנסים להפיל את ראש הממשלה ולא בקלפי. 也来支持甲反对纳坦雅胡民众，早已经伫法庭外口示威抗议来对立。其中反对纳坦雅胡对加沙开战，却是一直无多互连接平安等来示威民众手举标语，口说纳坦雅胡后生伫迈阿密的海堡度假，也来因的后生却是爱上现场。כדי להביע תמיכה בשלטון החוק, כדי להתנגד נחרצות לעובדה שיש לנו ראש ממשלה שהוא גם נאשם בפלילים וגם פושע מלחמה. 纳坦雅胡因为涉嫌收钱，早起甲背信罪，伫2019年互检方起诉。涉案内容包含收受价值超过26万美金的名贵物件，包含大公分、珠宝甲香槟酒。伊是对1万的好家人提供商业甲个人利益，诚做回报。另外，纳坦雅胡也互媒体大头家好处，甲外对做出有利的报道。也阮纳坦雅胡出庭时批评这指控是真喊够可笑，讲这项调查是严密切人负责的行动。除了这个刑事官司，纳坦雅胡顶个月也互国际刑事法院指控伫加沙冲突中犯下战争罪，已经对伊发布逮捕令。纳坦雅胡前后3摆担任以色列总理，在任时间超过15年，是以色列对1948年建国以来任期上长的总理。坚持要消灭哈马斯的伊，即阵爱伫法院甲战争成两边走，诚做以色列头一位面临刑事审判总理，处境是真艰难。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对2012年2月拍个打，真侪乌克兰的查甫人无想要做兵，拢会走去罗马尼亚。要去遐就要经过关山。这几年救援人员伫科尔巴前山已经救出超过106个乌克兰的查甫人。顶礼拜有一个28岁的查甫人，因为山顶落大雪，搬山过岭时冻伤甲真严重，伊阁带一只猫仔，加在尾啊，人和猫拢有活落来。这科尔巴千山零下10度的暴风雪，翻山过岭到甲罗马尼亚北部，这18岁乌克兰查甫人杜达为闪被顶掉，被伫个深山峡谷内底，结果严重冻伤，而且体温真低。互救援人员发现，将伊降落山，到较安全的所在时阵，救援人员问杜达健康状况，佮救开伊的衫，发现一只猫仔伫内底。杜达唯一关心的是猫的状况，毋是家己。伊讲即马真欢喜，因为猫还阁活咧。即只猫叫做桃仔，因为杜达为伊出卵才互伊活落来。杜达为得救到脱离峡谷进前，规个5点钟一直抱猫仔，而且送去了后，杜达也只讲，请将猫仔照顾好。杜达甲桃仔被困伫山内，敢若靠洒水卫生。得救进前4天，粮食都已经食了。伊讲用得救亲像一张梦共款，而且桃仔一直温暖伊的心，才互杜达有活的信念。救援人员将因送去收容中心，佮表示杜达的冻伤也佮爱继续治疗。反倒断是桃仔已经完全好啊！事实上，除了杜达，救援人员迄一天佮找另外2个乌克兰逃兵。为俄乌战争爆发到即马，救援人员已经伫这山区救超过160个乌克兰查甫人，也佮16人死亡。而且为今年10月开始，乌克兰的征兵年岁为17岁降到15岁。根据美联社报道，乌克兰逃兵人数恐惊有20万。在罗西亚入侵之下，这互乌克兰步兵压力是愈来愈沉重。公视新闻新竹报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回来看世界。
美国宣布要拨予乌克兰美金200亿，大约是代表6500亿的贷款。这是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支持乌克兰的方案之一，甲冻结俄罗斯爱资产所生的利息摕来援助乌克兰。继续关心越南和中国的新协议，伫两国的边界因打算要起3条铁路。另外，针对越南的渔民伫南海讨海掠鱼的时，不时拢会互中国赶、互中国攻击。越南即马呼吁中国按照国际法，坐落来好好参详处理这个问题。另外，法新社有报讲，伫阿富汗首都的难民部昨昏受到自杀炸弹攻击，难民部长甲一寡官员拢互崩死。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高铁的车票要改版啊，未来会变较大张，而且是改做扫 QR code。若前几日伫高铁自由座发生旅客互相泼水的事件，引起社会上的讨论。有人认为就是车的座位无够，才会安尼去冤家。高铁表示，其实对去年7月到今年7月已经增加87个车次，嘛讲自由座就是有位，大家拢会当坐。订坐高铁的民众拢知影这个感觉这个支票，不过对即日起高铁车票全部改版，新式 QR code 纸票会陆续来推出。新款车票除了这个发车的所在甲到站的时间会较大哩，就连过闸门也较省电，每年会省超过10万度用电量。设计还不错，只是有点大张。车票全新改版，不过进前有民众为着抢自由座互相泼水的事件，也搁再互高铁自由座引发民众讨论。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多付一点钱，然后有座位可以坐。旁边也很多下班的，就是站着。6号座的话，我们会买那个，不会买自由座。有部分民众认为讲自由座争议甲高铁运营不足有关系。高铁讲对去年7月到今年7月已经增加87个班次，针对11月到12月年底陆运的高峰期，每礼拜6要实施短期的增班。自由座它本身为什么叫自由座？就是旅客可以有空位的时候就可以搭乘，我想它没有所谓更换位置的问题。那至于说自由座它的相关的管理，我想当天发生事件的时候，它其实自由座它并不拥挤，在整个安全的角度，在整个舒适的角度，必须台湾高铁跟所有的旅客共同努力。学者认为，高铁买这个新世代列车，要到2007年才有法度营运，短期内要大幅来提升运量，这是袂符的。目前的容量不足，其实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高铁我们本来设定的是一个中长程的一个运输的一个使用，但是现在有很多中短途，比如说台北到桃园、台北到新竹这种中短途的这个旅客，也使用高铁当成是它一个运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具，那这个也会影响到它长途运输的一个功能。学者讲，除了国内中低度的交通票价因为差无真多民众拢会选择高铁，呼吁政府莫阁管制公共运输交通票价，才有做提升服务的水准，吸引中低度旅客来坐，才有法度代替甲国内客运发挥因运输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基金会伫去年有接到台南英上港的一个篮球队的申诉，讲教练会甲因体罚害伊受伤。随本教练尾也方式透露，也毋过即马嘛发现讲受害者毋哪一个。这个教练是解释讲，会甲学生体罚拢有经过家长同意。他最严重一次是拿码表甩我的背跟头，然后最后我的头就是头破血流。郑平正咧讲，互教练暴力对待过程，这个学生其实已经真久拢无法度好好困，规身躯白疼。伊讲2022年歇热的时进入南英上港篮球队，因为毋是自细汉咧练，定定对不着进度。8月中，互姓刘的教练骂，阁互伊弹杯仔、鞋仔，甚至甲学生的喙踢垃圾杯仔，一直到去年才甲因老母讲。伤害到现在，学校的态度很敷衍，我到现在连一句学校的道歉都没有。学生的老母讲，随网霸凌已经成立，不过到即马学校拢无出来回实咧。日本指出，调查小组咧调查的时，认定有另外4个球员也互霸凌，社会局甲教练罚36万。其实那些证人，他们一开始不觉得自己被霸凌，他们说篮球队就这样啊，这就是训练啊，本来就这样啊，没打好就这样啊。是调查小组说这样的行为已经是被构成霸凌了，所以才将其中的证人转成被害者。防指控霸凌的教练回应，这个学生伫厝内状况真济，是人家拜托，互伊去球队接受训练，而且父母同意体罚，所有管教的手段，父母拢知影。体罚是经过父母亲的同意的。你有打他巴掌吗？应该不算是打巴掌，可是手挥
不是故意特意去打他巴掌的。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制度啦，是不能打不能骂，这我承认，那我就是我错，因为我不适合现在的教育。这个教练表示会接受行政处分。刘伟讲，未来应该禁止运动和体育训练的暴力。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出版商康显翰林南一的各中国小教材，即马传出来红影印摕去卖。伫新报就一间册店，甲考试更影印了后，放伫网络顶悬俗啊卖。也若桃园有连锁的补习班嘛，互指控讲偷印出版商的教材，甲这试卷的电子档传去赖的群组分享，这两个案拢已经侵犯著作权，拢移送法办。经着罗兰桃园都是有名的补习班，就这样而已。早早一箱一箱资料，拢是教材考试单。这间位于桃园的连锁报告机构，涉入盗版风波，防指控无经过同意非法印出版商的教材。警方查扣600多份考题本，200多张测验单。补习班更加将盗版的考试单，摄像用电子档传递赖群组分享给学生和家长。有在这个赖的群组上散布这些相关的重制的著作权人的这些著作物，那这些家长认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相关的著作权法，所以就主动向我们检举。为康显翰林教难入，家己出版的作品拢防非法盗用，受害出版商也发现伫电商平台虾皮有人咧卖盗版的影印教材。经过警方调查，直接去新北市永和一间老牌册局。是就做门市的书籍销售而已，所以其他你说那些事情我真的不是很了解。面对媒体询问，业者表示甲事实有出入，对专案无清楚。不过警方现场查扣几10箱的测验单、侵权公碟等证物，干那两个案件侵权期待的超过2亿，拢达到著作权的红线。如果买到盗版，然后被人家说，你是这样子非合理的使用，你人家卖100，你才用50，所以你这样子显然就不合理，也有可能是会被抓啊。就像以前假设买大补贴那种东西就是非法的你就不能使用大补贴啊。其实除了业者、消费者买盗版，律师提醒，也可能涉及不法，甚至随意下载影印他人的作品，只要超过合理使用范围，同款也违反重制权。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句话讲，囡仔有耳无喙，所以囡仔在想啥，大人可能拢唔知。国教行动联盟就发现讲，无啥人针对少年囡仔要义的代志来做问卷调查，所以因即马打算要针对国小5年啊到高中3年的学生发动一项调查，要统计这少年家较要义什么代志，未来要互政府做施政的参考。老师们以及主任们是没有去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反而是让同学去笑说、去排挤他。过去台中的国小校园传出疑似霸凌事件，唔但同学校方的主任也涉嫌霸凌。国教行动联盟指出，霸凌议题受到关心，校园霸凌事件也一再发生。虽然有管道会使互学生申诉，但是学生敢知影安怎申诉、敢敢申诉、顾虑啥物？加上设计制度的拢是大人，对学生囡仔来讲，有可能设想就无够周全。觉得大人也有关注到，但是小孩子他们其实对于这个议题，他们里面是很多是不知所措的，特别是那些他们接受过霸凌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表示说，他们曾经跟老师反映过，但老师的反应可能就是说，哎呀，同学在开玩笑，或者是说可能就请他们去做申诉。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讲，可比如国小、国中生，听到申诉这2个字是非常陌生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国教联盟认为，真侪甲囡仔、青少年有关系的政策，拢真罕得听到囡仔的心声，也较袂为囡仔的角度去思考。亲像讨论甲真热的大班林古灵政策，应该是撞到教室，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时间。差点喝到你。我们的整个政策面会有一个状况，就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支持，我们怎么一直说孩子需要，孩子需要？我们希望政府去看到这个数据，去支持说他要做的政策。这种还是互相沟通的过程。联盟表示，政府推动班班林古灵政策，虽然本意真好，但是有的囡仔讨厌林古灵，有的囡仔林古灵会落屎，这寡来自囡仔的声音，定互人无注意到。所以，国教联盟按算透过社群媒体，针对国校5年到高中3年的学生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去了解青少年要义啥款议题。
希望收集3000份调查，明年1月公布调查结果，予政府做参考。希望以后定政策爱为囡仔的角度去思考。记者王庆忠台北报道。来关心嘉义太保侧背市有一个智能障碍80岁的老大人失踪，警方是赶紧调查，才发现讲这个老大人行去一条巷仔内，这条巷仔下，尾啊伊的头是卡掉咧，所以才行袂出来。加在这个老大人意识清楚，破皮尔，无介严重。风火巷愈向内底行愈矮，行到后壁，就算当有一个人嘛真歹通过。警消退出巷仔了，就看到中者倒伫巷仔尾，头离奇的卡伫铁皮甲壁边。嘉义县太保市一个智能障碍的80几岁李姓长辈，车背互厝内人通报失踪，警方调监视器发现中者消失伫中正路一条巷仔内底。警方立即派员前往查看，果真发现被嫌疑人倒卧巷内，遭铁皮夹住，动弹不得。立即通知消防及救护人员到场处置。消防来到徛街内底发动机具，准备破坏铁皮，将壁锯出一个坑了后，才互无法度顶动的长者拖困。消防提醒民众会使互厝内长者挂有编号列册的爱心手环。提醒民众平时应多关心家中患有精神疾病及智能障碍长者，可于患者手上佩戴爱心手环，或留有联系方式之名牌，让最短时间内协助走失者找到回家的路。救护车甲担架床伫巷仔外台面，加载长者虽然骹手有受伤，但意识清楚，拖困了后送去嘉义中家。警消嘛提醒民众，爱加关心厝内有精神疾病，也是智能障碍的长者，以免造成危险。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嘉义报道。嘉义龙潭大北坑的土地公的金身互偷摕2届，经过地方的讨论，跋杯问伯公伊嘛有同意，即嘛已经改做高级版的土地公，这个月初嘛已经开工安做。提清香拜拜祈福，桃园龙潭区大北坑正北宫充满古意的土地公庙已经200年的历史，是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今年8月新增2摆互人偷去，经过地方讨论，也透过技术得到土地公的同意了后，改徛 Q 版的土地公。Q 版的就比较可爱啊！哦，100多年哦，变化也不错啦。我觉得很好啊，也除了展现我们地方的特色，也有发挥创意。甲过去庄严的土地公比起来，有信众虽然无干了关系，毋过感觉拥有地方特色真有创意。Q 版土地公设计理念是结合在地产业东方美人地概念，伫木仔到红瓦顶观用，小力学禅气象，希望土地公保庇地方产业永兴旺。高度有47公分，宽度有30公分，那重量有将近快50公斤，那下次要搬运走是很不方便，很不容易。因为进前2个新村拢互人偷去，大北坑农村发展协会表示，新的土地公石雕有50公斤，高多卡伫庙门的后顶，相信贼偷想要偷也无法度。记者综合报道。亚新竹的武艺团体昨昏是找台语配音员杨姐姐去和大家斗阵搬一出囡仔歌，趣味搁活泼的活动，互现场的囡仔是愈听愈兴趣。早起准时叫大家起床，才知影我声音愈来愈歹听。用各种动物的叫声搬戏，兼学台语用词，大家做伙哪搬戏哪讲故事，众人拢听甲笑嗨嗨。参加的民众讲，这是家己第一摆用声音来搬戏，感觉真趣味。我今仔日是演家啊，搬演家啊，就感觉足趣味。大家做伙演嘛是头一摆安尼搬。像华语共款，伊爱有一款文字的册，足短简单的文字的册，会使互伊学习到台语这个语言内底较文学的、较故事的、较有组织性的迄种台语的水、台语这个语言的足赞的一个所在。武艺团体拜三邀请台语配音员杨姐姐到新竹，甲大家用声音搬故事，互囡仔听。囡仔毋但发现声音真奥妙，也对过程中对台语更较有兴趣。台语配音甲华语配音是相共，拢是表演的一部分。只是讲伫咧台语配音的时阵，会更较注重一寡声调、变调，搁有发音。
除了搬戏以外，影仔姐姐搁伫现场分享做一个台语配音员的趣味台，嘛教家长安怎互为囡仔创造自然的台语环境。甲囡仔较接讲，当然可能囡仔有当阵因为华语环境的关系，伊会较歹势讲台语，毋过嘛无要紧，咱用鼓励的方式，鼓励因接讲，或者是讲互因听惯势一寡台语的囡仔讲。母语团体指出，透过趣味的活动，会当增加大人甲囡仔伫台语听甲讲的能力，重要的是会当提升囡仔对学台语的兴趣。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另外，行政院有协定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按算伫2026年时要达成台语家庭4万户的目标。文化部顶个月底嘛已经推出台语家庭计划。家庭成员会当透过申請去參加課程、參加活動，來累積點數了後，尾也佫有獎勵金通摕。學者和民間團體是認為講用鼓勵的方式來引導民眾學台語，而且佫是對家庭做起，對提升母語意識真有幫助。父母陪伴伫囡仔邊仔做伙讀台語繪本。這幾年，不管是政府也是民間，有舉辦哪來哪濟台語課程甲活動。也若文化部伫11月底也推出台語家庭計劃，鼓勵更較濟家庭來參與。民眾會當伫網站註冊，透過參加台語課程活動，累積點數，就會當成做台語家庭。上尾會有500塊到1800塊的獎勵金。因為本可能無意識，愛講有即個獎金的，吼，還是講獎勵金真好，我會當來參加。即個階段，咱拄好要去做即個台語家庭的即個階段，我感覺這是真好的一個幫助的方法。學者表示，這個計劃以家庭做單位是真好的起點，因為對囡仔來講，熟悉世界上主要攏是透過厝內底的人互相交流。這個計劃甲台語家庭分做2類，若是民眾無一定會曉講，毋過想要重新學台語，就屬於台語學習家庭；也若平常時就有實際用台語溝通，就屬於台語文化家庭。民眾會當根據家庭分類，選擇適合家己的課程活動來學習。干那2個人做一個單位爾，2個人就會使啊。所以講，基本上伊要踏入來迄個，伊迄個應該講做迄個階層，其實是足簡單的，吼，足簡單，2個人就會使嘛。你處理2個人講，我想要來開始來做這件代誌，吼啊，伊較好入來，較好入門啦。民間團體表示，台語家庭的申請2個人就會使成立，是真好入門。學者認為，台語家庭計劃用鼓勵的方式，甲一寡少年父母相招入來，做伙學習台語，對提升母語意識真有幫助。記者張家嘅謝桂玲台北報道。體壇大車餅來關心世界棒球經典賽嘅資格賽，要伫明年2月開始拍。中華職棒是召開35人名單嘅會議，總教練團是甲即屆12強攏同款，嚴格球員嘅部分，球員嘅人選唯一和12強同款嘅球員，只有隊長陳傑憲。台灣喺世界棒球12強提冠軍，面對戰績更較懸2006年世界棒球經典賽，因為2013年經典賽第一分組貼底，愛為資格賽拍起。總教練詹福古接受公司節目專訪表示，資格賽甲12強球員陣容無甲同款。這一批12強的選手，他們經過整個賽季，然後到12強的一個結束，的確身體上面一定都會有一些疲勞的一個感覺。那尤其是投手，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去做一個修復。中職11開35人名單選進會議，有投手20人，補手3人，內野手7人，外野手5人，其中女花選手12到13人。12強只有陳傑憲入選。中職會長蔡其昌講，陳傑憲早就公開表態，想要過代表國家比賽。叫他休息，我們都不是太願意。那他有這麼強的意願，其實，我想選訓委也很難拒絕。兩人各一擺打造上強台灣隊，毋過到時陣球團是毋是放人才是關鍵。目前效力美職海盜隊小聯盟系統的投手陳必旭，目前表明那才是需要一份力量。現在還不確定的因素還很多，然後覺得就是把自己準備好嘛，如果真的需要，就可以盡一份力。
经典赛资格赛有8队分 A、B 两组，各组前2名晋级2026 WBC 回来赛。台湾伫 A 组会伫2021到23暗时7点伫台北大巨蛋交手西班牙、南非甲尼加拉瓜。球评指出，这3队有一定实力，免轻视。他在国籍方面的认定相对来讲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其实也不排除，那么这些球队呢会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小联盟里面的好手来参加比赛。中职表达赞赏的讲法，免轻视这3队，尤其咱伫击败12强有真好表现，各队会提高警觉，面对资格赛同款全力备战，用上好的状态拼入回来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国际骹球总会伫昨昏是宣布，2030年的世界杯骹球赛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3国要共同主办。因为2034年是由沙烏地阿拉伯来主辦，不过这嘛是引起人權團體批評，因為着驚2021年卡達世界杯各種人權爭議會擱再發生。That the hosts of the FIFA World Cup 2030 will be Morocco, Portugal, and Spain. 国际卡总杂戏特别大会公布，2030年世界杯主办国为致敬100年历史，过会伫南美洲的阿根廷、巴拉圭甲乌拉圭办其中3场比赛。另外，2034年世界杯会由沙烏地阿拉伯主办，也好2022卡达办世界赛了后，隔10多年重回波斯湾。不过，这2届比赛拢遭到批评，有传播人士认为第3大洲办世界赛会因为另外加出来旅行增加大排放。人权团体也批评沙烏地人权记录非法。主席是为这批评讲好话。We are of course aware of critics and fears, and I fully trust our hosts to address all open points from this process and deliver a FIFA World Cup that meets the world's expectations. 根据沙烏地提交的申辦計劃，會向10個場館其中新起8個，佮要建設基礎交通設施，增加17.5萬個酒店房間。佮表示會喺勞動法規之下請勞工。不過人權團體認為，這無夠來保護中東普遍大量使用印度、巴基斯坦加孟加拉等外籍勞工。People will go to Saudi, they will see a bubble of what Saudi Arabia is, they will have all their freedoms and rights granted, and then leave the country and leave Saudi people and residents without any protection. 沙烏地因為過去人權記錄受大量批評，國辦反駁體育設備指控，這是牽涉國家透過辦大型國際比賽來提懸名聲的做法。沙國王儲沙爾曼國爸表示，無曉以何人安尼形容，應增加1%GDP 就好。不過今年進前申辦沙國世界盃的負責人指出，沙國這幾年來人權進步真濟，而且是為2016年開始，唔是為世界盃才改變。公視新聞鄭偉仁報道。另外，國際記者聯盟昨昏公布全球記者採訪安全報告，今年計共有104個記者殉職，人數是比去年減25個，不過對新聞界來講也是真嚴重的。特別是有一半記者是咧加沙走廊死亡的，其中有55個是巴勒斯坦的記者。另外，即馬佇全世界，閣有520個記者互掠去，敢若佇中國就關130個記者。2023年10月13日，以色列軍隊佇黎巴嫩南部邊界發動炮火攻勢，路透社攝影記者伊薩姆當場無難身亡，也傷到半島電視台甲發信社4名記者。因為半島電視台派駐佇加沙走廊的特派員大都雖然有閃過空襲，不過伊的家後甲囝兒以及孫仔是不幸罹難。身處加沙戰地，以色列空襲甲炮火攻勢是無生目睭的，記者人身安全因講是毫無保障。根據國際記者聯盟11公布消息，今年總共有104名記者殉職，其中有一半記者是死佇加沙，有55個人是巴勒斯坦記者。也來敢若看以下的件數，開戰以來，罹難的巴勒斯坦記者人數就138人。Donc c'est une des pires années depuis 1990, pas la pire, mais une des pires. L'année dernière, on avait 129 morts, là on en compte 104, à l'heure qu'il est, au 10 décembre, bien entendu, ça peut encore évoluer jusqu'au 31 décembre. Mais une des pires années, ouais, c'est le avec un taux, et ça c'est rarissime, c'est la deuxième année que ça arrive, avec un taux d'une même nationalité. 國際記者聯盟也公布，全球有520名記者互關押，其中以中國加禁135名記者人數上水。
另外，南韩政府伫初三发布戒严令，总统尹锡悦点名美利亚青岛内底常来批评尹锡悦政府，长期追踪尹锡悦夫人金建熙的丑闻，有180万用户的新闻工厂 YouTube 频道的南韩记者金武俊也在其中。伊想到迄暗办公室外口至少有20名野青的南韩军人守伫外口，同时也有4台军方车辆。当时真危险、真紧张。伊讲听到任何风吹草动，伊就感觉是真惊吓。尾也伊是比36点钟才渡过难关。 만약에 계엄이 해제되지 않는다면 죽을 수도 있겠다. 尽管戒严令风波已经平息，也阁讲到迄暗的情形，伊也是感觉惊惊。伊讲做新闻工作20多年啊，尹锡悦政府是看过上海的执政的团队。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调查，南韩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对原本的47名落到62名。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有25度。外岛13度至21度。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天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